好，非常好，非常好。我们有卖剩的，卖相比较不好看的，我就可以给它放到冰箱，社工人员下午就会来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哈，而且可以让食物不要浪费的情况之下，然后又可以造福更多的人。卖相比较不好的，或者是买的过多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分享给其他更需要的单位，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市场管理科的工作同仁会拍照，那通知我们，我们就过来拿。那里面会把它整理干净。然后呢，拿回去以后，我们就充分的应用这些资源。那我们也会告诉我们30-40位这些关怀据点的这些阿嬷们、阿公们，跟他们讲说，市场的这样子的大家的善心，我们要珍惜，惜福跟惜财。那我们好好的去应用这些食材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共享共荣哈，而且是相辅相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你有想过卖相比较差的农产品，除了厨余桶外，还有什么其他去处吗？为了倡导惜食，台南市政府社会局结合民间机构与市场合作，设立惜食平台。在台南目前已有13处像这样的惜食平台，而在北区的开元市场更有社福机构捐赠像我后方这样的6台大冰箱来储物，提供摊商朋友或是民众能将卖相较不佳但还可以食用的食品放进冰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摊商所建制的惜食平台，这有很多重的意义。第一个有环保意义，第二个有社会福利意义，第三，有许多让我们看感动的小故事在里面。尤其是慈阳基金会的执行长王执行长捐了6台冰箱，那我们总共现在已经建制第13个惜食平台，我们将来陆陆续续在其他的市场会持续建制，因为有一些卖相不佳的或者有小损伤的这些食材都还是可以用，可是消费者不见得愿意花钱买。但是如果透过这个惜食平台，这个冰箱能够把它加以妥善保存，许多慈善团体啦，或者说社福团体，他们可以自行取用，然后拿去做料理。这样子的话，第一个资源不浪费，第二个垃圾不增加，第三个需要用的人就可以用到。我们觉得其实这是非常3赢的事情。希望说跟更多的好朋友一起合作，来建制更多的惜食平台，能够让对环境友善，而且让台南市成为有爱的都市，让更多社会福利能够在台南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宜兰彭益峰认为，6区的盐分地带人文风气兴盛，特别是嘉义，不过却一直欠缺适合的艺文场所，加上南区的效应，所以地方拢希望设立展演中心。加上日前文化部到嘉义会勘的时嘛，表达支持，所以宜兰上午伫总日巡再次要求市长一定要积极规划，以建议利用大寮公墓迁葬以后的土地有效利用。对此，市长强调，只要地脉符合，拢乐观其成。沿路地带这个文化中心啊，占地应该是爱真快，上少嘛要有4公顷以上那么，本是建议啦，伫咧大寮公墓遐遐刻起来，遐若刻起来差不多大约差不多10桶几十公顷的迄个土地因为迄带遐地势搭低，真刻一半开啊。听话经费员拢有明年会继续处理咱紧加紧脚步，就用迄带遐来做一个规划。这个墓地刻开，伫咱庄脚，事实讲，这个利用价值都无啦。这款物件事实讲，会当呢用土地来做最有效的活化，最有效的运用。以前你讲做对，我本来有咧想讲，迄块地准也会使，准会当
法令稳准的话，当做工业区使用啦，就莫讲用污染，用较轻工业、轻工业啦。但是即马就讲迄个题目是毋是当符合，这就变做一个真大的疑问。啊，讲一个道理，吼，咱若讲伫遐要设这文化中心，是毋是地目上符合？我们还要再去了解，这第一点。如果不符合，爱个变更，吼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吼，咱嘛就嘛毋知下骹台外深，你到时阵人讲咱伫咧仙人顶头大。议员进一步表示，大寮公墓若发到设立盐分地带文化中心，配合边的抽水站、景观湖甲地方地来发展绿地休闲，相信对带动地方繁荣有真大帮助。对此，文化局会后回应，因为大寮公墓现况是一般农业区的民众用地，加上地势低，容易淹水，嘛拢需要重新整地改善。不过，因为设立的地点也未确定，有可能会将该基地纳入评估。但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议员周丽玲表示，近年来运动风气盛行，体育署近期嘛推出充实全民运动环境计划，只要该区人口数达到7万以上，就符合设立全民运动馆的条件。根据了解，目前台南有7区拢符合，所以会中周议员满意南区的优势，加拥有多数林闭设施，要求市府一定要公平、具体提案来满足地方运动需求。对此，市长嘛回应，希望以南区优先，不过重点就是找出可行的场地。辖区内没有国民运动中心，没有大型的综合运动馆的行政区域，可以补助各县市来办理全民运动馆，就是如市长你刚刚讲的这个样子。那我觉得我们南区绝对有这个资格，来跟条件，好来争取在我们南区。因为我想要跟市长讲一下，是的，我们南区有很多的林闭设施都在我们南区，有殡葬管理所，有火化场，有飞机场，南山公墓都是在我们南区。那我们南区没有争取到的话，对我们来讲真的非常的不公平。对的，我同意啦。我先讲我的立场好不好？我的立场跟您是一样，我也是希望把南区放在最优先的地方，即便现在南区的这个馆址、场址好像还没有，还在盘点说哪里适合。其他有些地方的场址、馆址已经比较明确了，所以我们南区这边要迎头赶上，要加快步伐。盘点出可行可以放的那个全民运动馆的场址。接续议员周丽玲进一步表示，2017年健康市场的摊商被票拆迁以后，原本是打算开发公园，不过已经3档，目前用地也是拍远，让当地民众认为相当可惜，所以要求市府加紧脚步来建设特色公园。台南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有关曾经发生死亡危险的官田南1日控线，虽然市府已经先规划设计，不过因为总工程费需要1亿2000万，目前伫水利署的补助，市府也需要负担到8000万，所以议员都来要求市府搁再积极争取，嘛希望协调行善团来协助。对此，市长回应，希望上紧明年顶半年得当确定经费。我们6合局大概有补助我们4000万是不够的。做个要1亿6000万，那一直希望讲吼，剩的1亿2000万呢，是毋是会当叫家己的行政团来斗做啦吼？当然这是一个真好，但是总是要一个时间嘛，好不好？看头当时会当甲咱做。这个案子我向议员报告一下哈，这个案子大概是当初估大概是1亿2000万，那水利署只能补助4000万，1亿2000万还有8000万，那我们要负担8000万。不过这个案子市长是很重视的，所以。他也特别请这个我们的起务市长市长，我跟你讲哦，这条肯定做，我相信。我跟议员报告这个部分，我们跟那个行善团，另外也向水利署在积极的争取。那现在的话，大概水利署可能可以再增加我们补助2000万，在6000万。大概目前呢还没正式公文，但是大家口头有这种承诺。那行善团的部分呢，他们也愿意协助了，所以我们还在。确认那看看细节怎么用。不过至少这个我们市府的负担款应该会降低。总之，顺每一位议员积极为地方争取经费，不过市区算的大饼地这么大，建设又个钉钉塔塔，市长也是需要整体考量，依照需求的迫切性来优先施作。
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2020台南肉燥饭节争霸赛开锣。锣声响起，2020台南肉燥饭争霸赛正式展开。2020台南肉燥饭嘉年华即将伫咧11月2日登场，活动分为名店组以及创意组，而且除了有台南的店家参与，市府经规划邀请云林县、嘉义县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的肉燥高手参加，希望借此来推广优质的国产猪肉甲好米。我们台南的好的肉燥配上台南的好米，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美食帝国的实力不是骗人的，是真的。那将来我们的这个比赛分2阶段，第一阶段是11月21日，我们的那个比赛竞赛组会邀请许多的参与学校的，还有农会的你要说高手在民间，还有很多巷弄美食的肉燥饭，大家来拼一拼。第二阶段是肉燥嘉年华，是会邀请这些已经成名的武林宗师再来华山论剑，不分名次邀请赛，还会邀请包括云林的、包括屏东的、包括高雄的、包括嘉义的他们还有台中，还有新竹，大概6个县市，他们的这个精华，他们的第一名来跟我们做友谊赛。为了让外地游客会当轻松找到台南的肉燥名店，市府嘛推出台南肉燥地图，内容包含全市701间肉燥相关的店家，让观光客行到对就会当吃到对。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因为国外边境的封锁，国民的旅游成为台湾旅游业的新的出路。在交通部的支持下，上市旅游加新梦邮轮25号推出环岛邮轮探索梦号5港4暝的组合，对家人出发。第一站26号上午停靠台南的安平港，市长黄伟哲更加化身观光大赛，准备用虎城的小驾奇迹来迎接旅客。今天是开启安平港再次迎接邮轮的另外一页。上一次迎接的是日本来的，不过已经是1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希望说越来越多的国人走海上蓝色公路，然后来畅游台湾的各个景点，尤其是来台南，保证让你值回票价，物超所值。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邮轮靠港安平港所以旅客都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所以这一次的台南的黄市长也化身成一个观光大使，然后带领我们30位幸运的民众呢去逛古都，去做走读的行程。市长除了递赠数项的独家限量礼物，做甲鱼头菌的棒棒糖，另外现场嘛有新化各式的乐器队、迎宾表演，场面热烈。确实来的旅客拢是对着未出国甲台南的美食小吃而来。坐邮轮体验还不错啦，因为我几乎每个月都说，好谢谢。度假一般嘛，就当做度假就好了，大家放心情度假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嘛。我这次最来台南吃小吃啊，因为它有环岛，对，去的地方蛮多的，对，不同的感受，对。除了美食小吃，另外市府阁规划了双层巴士的半日游行程，由旅行社抽出30名幸运旅客，由市长带路亲自来导览，接续邮轮阁会去平湖、高雄加花莲。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南知名的少棒赛事巨人杯少棒赛，每一年都会吸引全国的球队来参加。
今年无受到疫情的影响，持续来举办第11届的赛事。全国40支的队伍聚集做伙，将要来竞争冠军的荣耀。27号下午，伫亚太国际棒球场的少棒场地举办盛大的开幕典礼，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出席开球。市长也勉励选手争取好成绩的同时，嘛要传承巨人的精神。非常高兴能够迎接到来我们2020全国巨人杯少棒锦标赛，也是第11届，总共来自13个县市，总共有40支球队，600位选手来参加。我相信巨人的传统不会消失，巨人的这个记忆在台湾人的心目中永远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也希望说巨人的精神可以得到传承，因此举办这个巨人杯全国少棒锦标赛，也希望说这样子能够让台湾的棒球能够可长可久，而且越来越发光发热，延续巨人的精神，能够打出巨人的成绩。希望说大家一起来为小选手们加油。这届的比赛将会持续举办到31号。除了伫小北仔4E球场、安庆棒球场这几个场地以外，这届也伫安南区的亚太国际棒球场的少棒场地共同举办比赛。欢迎市民朋友踊跃来为参赛的选手加油打气。但新闻国报以采访报道。是国职业团到现在已经是台南在地知名的国际级表演团队。今年因才创团20周年，特别规划了一个全新的节目，运用台湾在地大节庆为主题，结合台湾族群的故事，设计出这个岛屿传说，将要伫台湾艺术节开幕演出。团长谢时也是希望透过这个作品，让大家会使看到台湾的水，并喜爱上这片土地。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演绎来描述台湾的美丽。那描述了整个台湾，不管是原民的传说，有一个鬼不恋的传说，那个非常的美。我们借由征求找那个卢海族的孩子，从小就是因为阿嬷教他这个传唱，所以阿嬷虽然过世了，不跟他一样，这样的精神跟记忆还有感情呢，持续传唱。奶奶教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原民卢海族的这个古调的传唱。所以在第一首的曲子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义载精神突然间转变成为蛇郎君的圣城，所以我们进场之后看到火把进场，所以整个画面上会让很多现场民众动容，所以我们也期待大家可以帮忙多多的报道，让更多人认识这个活动这么好的制作，期待只要是台湾的子弟们、台湾的子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土地的故事，一起来分享台湾的美丽。伫这届岛屿传说的演出内面，也特别邀请了叶俊南道长，伫表演当中搭配音乐，为观众呈现掠美良这传统的记忆。借由古乐，再借由这个悯农的仪式呢，那悯农在台语有一个概念呢，安宁安宁，就是地方安宁的那个概念。所以呢，借由祈天祈福的一个概念，以及呢，再加上我们呢最古老的这个巫溪的文化，那借重呢悯农的这个艺术呢，我们希望能够为这一场盛会呢带来特别不一样的动态以及静态的艺术文化响亮。因为20年前是顾着是伫义载金城挑战百人一股，所以这届演出的场地也特别选伫义载金城，将要伫10月31号、11月1号来登场。这届演出也跨界邀请台南爱乐管弦乐团、甲志留岛舞蹈剧场来参加。透过拍鼓、舞蹈、原民古调、节庆仪式结合做伙，是一场精彩的盛事。喜爱艺文表演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场精彩的演出。台新闻郭无义采访报道。2020晚8周年庆即将伫咧10月29登场，除了有指定商品满清送吧优惠，
另外，佫推出前4天服装部门满5000送800，以及100商品券抽奖的活动，加码加码再加码的好康优惠，就是要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我们今年还有一个特别的首饰日，每一天的下午3点跟晚上的7点，每个时段会各抽出5000块商品券。如果没有抽中，会一直累积下去，直到抽中为止。所以我们天天送1万元，总共送4万。尤其在化妆品，我们2000就送200；那百货服饰部门的话，5000就送500。那你如果是在第一天首饰日的话，我们5000就会送到800。那整个加起来的话，我们整个大概消费大概6000的话，就会送超过1100。所以整个接近的一个赠送比例的话，会接近18%左右。那大概是接近我们历年来最高的一个幅度。那今年当然除了在活动面我们做得很强很足够之外，那我们在商品面也做了不少的新商品加入我们的阵容那包括小米，包括露齿包括无印良品包括钻和牛吃到饱的火锅包括mochi的一个松饼屋那这些都是在我们今年周年庆新加入台南大圆本的生力军。那相信今年在我们的各种商品的活动跟赠送活动引领之下的话，我们能够创下历年最好的业绩。台南大碗吧店长柯俊明表示，今年一度的周年庆，除了有超优惠的满额回馈，更网络各地上行的流行商品、化妆品等新品好物，消费者千万就唔通错过。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民众认为出现比较多症状，或者是会阴部的痛，一般人拢认为是射护腺肥大等老人的疾病。不过慢性的骨盆疼痛症候群发生的年龄层却相对较低，一般好发伫20到50岁之间。因为无标准的典型症状，不过听起来却会影响病人的生活。目前除了药物的治疗，另外有低能量的体外震波加磁波仪会用的加强治疗。它疼痛的范围，如果我们以这个同仁来看的话，它有可能会从下腹部、腹股沟、阴茎、龟头、阴囊，甚至就是所谓会阴的地方，甚至有些病人会说大腿内侧也都会有一个疼痛的一个情况。其实大部分我们会用药物，那药物其实包括一些射物线的用药，包括肌肉松弛剂，包括抗生素，包括止痛药，都是可以考虑的一个用药。那其实我们临床上会遇到比较麻烦是，有些病人他其实用药他效果不佳，或者是他会反复的一直发作。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适合用我们的第2步，也就是说今天要介绍的2个，一个是所谓的一个磁波仪，然后一个是低能量体外震波。简单讲，磁波仪就是去坐在一个会有磁场的一个椅子，那它会去改善这里骨盆的一些放松肌肉的一个反应。这样，那低能量的体外震波呢，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它可以从这个会阴的地方，也就是病人要躺着，从会阴的这个地方打进去放松他这里的一个肌肉，那也可以促进他这一些血液循环。医师强调，这种慢性的骨盆疼痛症候群，简单来讲是一种长期持续的骨盆附近的无爽快。相关的疾病真多，包括慢性的射护腺炎、间质性膀胱炎等。不过发生的原因，对感染发炎、神经的调控异常、加肌肉僵直拢有可能。因此，增加诊断加治疗的困难度。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